庆余年中的狼桃为什么会被书迷评为最渣的酒品呢？就是那种看着很猛，从别人口中说出来也很猛，但一看战绩一塌糊涂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角色。在庆余年第1季的故事中，范闲出使北齐，见到了北齐众多的高手，其中大宗师苦荷的大弟子狼桃便是一位酒品高手。当时狼桃的实力也是被夸得很大，他亲口表示过，苦荷称赞他的武功在天下酒品中能排在前3，而另外2位则并不在北齐，也就是说，在整个北齐中，狼桃的实力是排在第2的，仅次于他的师傅苦荷。这个评价也可谓是非常的高了，并且出场的时候，狼桃形象也设定了非常猛，似乎随手出刀就能将范闲杀掉。但狼桃真正的实力却并不足以得到这种评价，主要是狼桃根本无法撑得起一些比较大的场合。在原著中，狼桃参与的战斗也并不是很出彩。在孝恩被送回北齐的时候，狼桃跟河道人2位酒品合力去进攻受伤了孝恩，却依旧没能够取得胜利。要知道，孝恩不仅仅是受伤的状态，更是在监察院弟弟被废戒未毒喂了10几年的时间，实力早已经不复当年巅峰。如此情况下，狼桃还是无法击败孝恩，足以看出狼桃真正的实力有多虚了。早期苦荷认为自己的小弟子海棠朵朵也是比不上狼桃的，这确实是有些原因。海棠朵朵出场也同样是一位酒品高手，不过海棠朵朵习武并不像狼桃那样非常的用心，海棠朵朵更倾向于摆烂式的习武，这也就导致了早期海棠朵朵实力的提升，并没有狼桃快。苦荷也只是评价在当时情况下天下的酒品高手。如果说成长的能力和武学的天赋，海棠朵朵是碾压作为大师兄的狼桃的，这一点也从后期就展现了出来。狼桃最终的实力定格在了普通的酒品，海棠朵朵则是酒品上的实力。苦荷曾说，狼桃在天下酒品中实力前3，应该是站在3个不同的方面去看的。天下的武者到达了酒品境界，就已经是站在巅峰的高手了，而能够被苦荷所知道的酒品高手，一般也都是不会隐藏自己的身份和实力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洪思祥就已经被排除在外。这位洪思祥公公虽然是酒品上的实力，但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庆国皇宫内隐藏的大宗师，即便是苦荷也并不知晓洪思祥真正的实力，自然不会将洪思祥位列在酒品。而庆国其他的一些酒品，影则作为监察院中最为神秘的存在，同样也不可能被苦荷得知。秦业掌控庆国军方大权，自身实力也被隐藏了起来，而庆国明面上的酒品高手也就剩下叶仲、燕小乙等人了，但能够放在前3位置的恐怕只剩下燕小乙了，因为燕小乙这位酒品剑手天下少有，只要距离拉开，没有酒品会是燕小乙的对手。至于叶仲，连流云散手都没学会，自然也不会被苦荷放在眼中。南庆之中，在当时情况下被苦荷看上的只有燕小乙一人，另外一位能在当时被苦荷列为前3的，就是东夷城4国间的大弟子云之兰了。云之兰跟狼桃是处于同一个位置的人，2人都是大宗师的第1位弟子，并且云之兰出场也是酒品的实力，当时被誉为剑炉中最强的一位弟子。不过云之兰的处境跟狼桃其实是差不多的，4顾剑的小弟子王13郎在之后的成长也超越了身为大师兄的云之兰，达到了酒品上。早期狼桃虽然勉强能进入酒品前3，但到了中后期，狼桃的实力也就一落再落，出场就是巅峰的他也始终无法继续晋升了。狼桃这个人物的设定本就是一个高手级别的配角，酒品的实力并不弱，但因为海棠朵朵跟范闲之间的关系更深，导致呈现出了作品中的通病，谁跟主角关系好谁就更强的理论。狼桃实力只能止步在酒品的境界，连酒品上都无法拿到，更别提晋升大宗师了。但海棠朵朵早期虽然实力不算最强，却可以继续跟在范闲身边成长，这也就是狼桃和海棠之间的差距。而狼桃大多数的战绩不是没有结果就是战败，也不太能彰显他酒品的力量，尤其是每次出手，狼桃也都是跟其他人一同合作，更是限制了狼桃本身实力的展现。而在帮助范闲逃离南庆皇宫的时候，面对漫天的箭雨，狼桃虽然没跟河道人一样被射成刺猬，却也受伤不轻，这还是没跟庆帝交手，休生养息之后前去救了范闲。当时海棠、影泽和王13郎已经被庆帝打得7荤8素，却还能带着昏迷的范闲逃出去，凭借这一点，狼桃已经在实力上处于下风了。不过狼桃的一生虽然没有太大的亮点，却也没有太多的波澜。作为北齐皇帝的武学老师，狼桃为了北齐也算是尽职尽责。在范闲跟庆帝决战后，狼桃也在北齐有着很悠闲的生活。没有了大宗师，狼桃在九品的高手中至少也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即便早已经不是前3的位置，也很难有人可以毫发无损的杀掉狼桃了。好了，关于庆余年中狼桃的实力介绍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。